的时间说拜拜，各位观众，我是 DJ 哇，好了，10点10分之类的，我们现在带来最后一首歌，因为刚刚鹿角听说有唱我们的歌，然后我们也有唱他们一首歌，算是礼尚往来这样，然后给大家带来他们的一首歌。其实我这样翻译对不对啊？叫那个阿美是阿娃吗？是吗？对，阿美族的孩子这样，哦，然后里面也都是母语这样，还是说要介绍吗？就是有风来了，很像你的声音这样。如果你要走的话，也要讲一下这样。然后你们，如果你在外面工作不顺利的话啦，心情不要太糟糕，爸爸妈妈你们的话我都有听到，我有听进去我的心里面这样。然后阿美族的孩子不要忘记传统，加油这样，对不对？好。不好意思，简短的介绍。如果唱的不好，请鹿角乐团多含包哦。待会会后会再见真章。好，为大家带来他们的歌，如果玩的阿妹，谢谢。Here we go.
夜，